缩脚动作不明显，缩脚动作要明显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事实上，在高阶滑行的时候，transition越过中央点有没有？身体是要转换过来的。那转换过来有没有？一般人他会到这边会被抬起来，抬起来其实是在质量中心的贯穿上，它已经被抬高了。抬高有一点像我们早上在讲的一样，你的轮子离开地面了，可以听得懂啊？所以你看啊，我做一次给你看啊，抬高，抬高，抬高，你看啊，这种感觉你会没有穿透感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这个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有穿透性，看到吗？不要看我的手啊。